礼拜日，阮做主持伫你的圣殿，阮真感谢你，予阮的青年伫今仔日要带敬拜赞美。阮感谢你，予阮的教会哪来哪重视圣歌对于下敬拜前的娱乐。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施阮祝福，伫所有参与侍奉的阮的兄弟姊妹，主你的圣神进入阮的生命中间，予阮毋是干咱用阮的歌声，用阮的嘴来唱，阮要用阮的心，用阮的灵来敬拜娱乐主你。愿主伫阮娱乐的时，你对天降临，亲自天顶的光降临伫阮的中间，互即间教会充满活命，也互即间教会充满保养上帝你荣耀的诗歌。主啊，求你的圣神也互每一个来到你圣殿的阮的兄弟姊妹，甚至新的朋友，因会当伫即间教会内底来感受到上帝你进入人的内心，互人的心内有平安甲喜乐。主愿即间教会通荣耀你的名，伫今仔日的礼拜，我要甲你讨生命的记号，就是新约。我要恳求天父上帝，我每一个兄弟姊妹，伫阮的一生中间，拢不断来经历到主耶稣你所带予阮的祝福。阮用今仔日的敬拜每一个阮的侍奉的同工，也求天父上帝通过，像个长老今仔聚会所共读的圣经，会当互人得到鼓励甲造就。提醒甲帮赞，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的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阮来恳求基督我耶稣的圣名，阿门。敢来因伫你面前迄个侍奉，主你互因伫主你面前所做的时光，对因对正人的祝福，对因有帮助，伊是做你讲的分中间，真感谢，我敬拜你，我们你对你所信。这里就有希望。
有力量，让爱飞翔，乘着梦想一起去翱翔，温暖每颗心，向这世界照亮。谢谢你的爱，每个温暖微笑。谢谢你的爱，每个紧紧拥抱。坚定的鼓励，赐我向前的勇气。我相信生命充满奇迹。让爱飞翔，这里就有希望。让爱飞翔，这里就有力量。让爱飞翔，乘着梦想一起去翱翔，温暖每颗心，将这世界照亮。让爱飞翔，这里就有希望。让爱飞翔，这里就有力量。让爱飞翔，乘着梦想一起去翱翔，温暖每颗心，将这世界照亮。让爱飞翔，这里就有希望。让爱飞翔，这里就有力量。让爱飞翔，乘着梦想一起去翱翔，温暖每颗心，将这世界照亮。圣灵，请你来。圣灵，请你来，充满在这里。我渴望更认识你，更深地经历。圣灵，请你来，改变我心意，开我眼睛，开我耳，让我更多认识你。我不求圣洁，圣洁，圣洁为我主，我尊崇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圣灵，请你来。圣灵，请你来，充满在这里。我渴望更认识你，更深地经
灵，请你来，改变我心意，开我眼睛，开我耳朵，让我更多认识你。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尊崇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呼求圣洁，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尊崇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医治的爱》。在泥泞深谷中，在泥泞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又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全新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爱。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像温暖的阳光照进我们的心，求你亲自安慰我们，医治我们。愿你将这份平安留在每个人心中，带走压力，换成满满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奉主的名求，阿们。在泥泞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在泥泞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耶稣的
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星星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爱，耶稣的爱，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星星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爱。互咱安静心，准备礼拜。即时咱准备先做早起的礼拜，请奏乐。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既若伫内面的，也着学乐伊的圣名。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毋通袂记你一切的恩惠。三甲来心。
三角来吟圣诗73首，但愿感谢上帝，请起立吟全首。三角用此道圣经做咱信仰的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是过死埋葬灵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地上帝的大名，伊要对也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角来启应，启应文35篇。启应文35篇。既然恁喙焦的，就来买来就盆水；也无钱的，恁就来，也来买来食。来啊，毋免运，毋免价钱。来买酒甲啉。恁啥事开费钱买迄个袂食伫的物？啥事着我伫迄个袂互人食饱的啊！恁着留心听我，就会食迄个好物，得到享受悠然，福心欢喜。着趁耶和华通找着的时来找伊。伫伊3000棍的时，求叫伊。歹人着离开伊的路，
不义的人就敢换伊的念头，归向耶和华，伊要怜悯伊。归向咱的上帝，因为伊要骗行赦免。耶和华讲：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我的路毋是恁的路，因为天怎样较悬地，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我的念头较悬恁的念头。因为亲像雨甲雪对天降落，也无搁倒转，就是润地土地，互地有艺结实，互野种的有种子。互食的有美牛。我嘴所讲出的话，也要安尼，决断无空空倒转来我遮。是要互我所欢喜的，要互我找伊做的事得到行通，恁出去要欢欢喜喜，得到因带平平安安。大声小声要伫恁的面前出歌、唱声、唱歌。田野的树木拢要打手，上必发声来替刺雷，公念树发声来替即个，这是要做耶和华的名的纪念。做永远的证据，袂为真途。阿免。三甲过来吟圣诗250首。圣诗250首，救主耶稣愿福本源，请坐咧吟全首。三甲来祈祷，天的上帝，阮知你拣阮做你的囝儿，是要将你的福分赏赐予阮。阮着用什么款的身份来领受？求主教示阮，互阮学习你的律例，将家己装备成做一个有信实的基督徒，互行伫社会，无互主的名受拍拉惨。这是阮用赞美来伫
礼拜堂敬拜你，求主接受阮的恶乐，祈祷感谢靠主的名，阿免。赞美，请圣歌队。
三甲来强守上帝话，记在旧约诗篇116篇12节到14节。12节，耶和华想出我一切大恩，我要用什么报答伊？13节，我要举起救恩的杯，求主耶和华的名，叫耶和华的名。我要伫伊众百姓的面前对耶和华谢我的愿。搁看一位新约。约翰福音2章1节到11节，2章1节，第3日，伫加利利的迦纳有婚姻的宴席，耶稣的老母伫遐，耶稣甲伊的学生也互因请去赴宴席，主用了，耶稣的老母对伊讲：“因无酒啦。”耶稣甲伊讲：“老母啊，我甲你什么关系？我的时也未到。”第5节，伊的老母甲因食的找用的人讲：“既然伊甲恁讲话，恁就惊伊。照犹太人洗清去因律，伫遐拜6个石红，逐个月地得3-2桶水。”耶稣甲找用的人讲，用水互伊满红，就互伊满到暗口。因甲伊，搁甲因讲，今仔早就让伊芳互将你宴席的人，就芳互伊水变做酒，将你宴席的试啉伊，毋知对倒落来，独舀水的找用知，掌管宴席的，就叫新囝婿来，甲伊讲：人拢是大声摆好酒，到人啉多，才用较厝的，独恁留好酒到这碟。这个头一摆的新约，耶稣行伫加利利的约纳，来显出伊的荣光，伊的学生就信伊。以上讲道，试看主恩的滋味，请庄牧师。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这几日，我常常拄着常常听到的，就是牧师，你敢有欢喜甲困袂去？有真侪兄弟姊妹伫即礼拜拢问我即个问题，我不爱甲恁回答。以后换恁嫁查某囝娶新妇，恁就知影讲到底困会去啊，困袂去。但是我要甲你分享我的心情。今仔日这个题目就是一个感谢上帝的开始，嘛要邀请兄弟姊妹，咱的人生伫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坎站，拢应该经验着上帝的恩典。所以我要甲兄弟姊妹讲，试看主恩典的滋味。我要用一个老牧师的讲道，今仔日讲互恁听。
约翰就是90岁的老牧师伊写的。约翰到90岁才写这个约翰福音书、约翰1书、2书、3书啊启示录。伊是一个老牧师，伫一生中间经历着入捌耶稣了后所拄着的代志。今仔日这个故事是伫远远的所在叫迦纳，但是迦纳的名甲得顿有关系。你讲牧师你臭屁，迦纳要安怎甲得顿有关系？迦纳的意思的名就是如草丛生啊。咱知伫迄个埃及尼罗河边啊有无拢有芦苇草？哦，啊得顿的古早名叫做啥物？如竹塘路得顿，意思就是西里溪边，就是常常嘛是亲像尼罗河边啊，有真侪芦苇草、芦苇啊发的所在。所以伫迦纳所发生的现象，伫得顿嘛发生一摆。愿天父上帝伊所通过即种的故事，留伫人类的内底。故事本身就是一个智慧讲故事内底。故事内底含有真侪祝福的话。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圣神搁解，通过咱做伙组织，甲应允，甲祝福，放伫咱的耳孔，咱听，咱相信，咱领受。伫我要甲咱做伙分享即个2章前前的故事之前，我要邀请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至圣、文慈满满的上帝。愿组织伫你的圣殿，愿做伙做礼拜。愿求主你施恩，互你的奴仆的家庭，即种的恩典嘛施落伫所有阮的兄弟姊妹因的人生中间。主特别互阮的教会的囡仔，对细汉到大汉，伫教会大汉了后，因看见耶稣的奇妙，因伫一生中间担着主恩典的滋味。主，阮伫你的面前同心敬拜，主也愿你的福气施落伫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的家庭。阮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我靠耶稣你的圣尊名求，阿门。我也未到约翰的90岁，但是3节棍，所以到年老的时阵，人拢会去回想过去。我回想我对细汉出世，啊，伫父母的家庭，后来伫长大的成长的中间咧追求家己人生的目标啊，生涯的规划，将来要行倒一条路，一直到今仔日，嘛有够久啊。虽然无到90年，但是将近70年的时间，互我真多回顾，就亲像这个约翰老牧师伫回顾的过程中间，心中有一种感恩甲满足。兄弟姊妹，咱的人生应该就是爱承受上帝祝福的，哈，这是应该有啊，做一暗的家庭礼拜，啊，庄爸爸所送给嘉欣的话就是：上帝的恩典是一辈子的，啊，兄弟姊妹，我唔是讲送给我囝婿，啊，我嘛送给咱在座兄弟姊妹，咱的上帝恩典是一生的故，啊，所以当我咧回顾我伫70年来，啊，我虽然唔是甲金汤匙出世的囡仔，但是我感觉上帝我伫一生的恩典太充足，至到我家己也感觉讲不配。我是啥物人，我才会堪比领受上帝遮尔大的恩典？就我想到圣经内底即句话，伊讲我着应该用什么来感谢我的上帝？感谢伊所享受我一生的恩典。诗篇116篇第13节，伊讲：我要捧起我生命的杯，来学了我的上帝。咱的生命若是一块杯，咱莫苦酒满杯。咱的生命若是一块生命的杯，咱来听候看候死，咱来听候上帝将伊的恩典放伫咱的喙唇，放伫咱的生命的杯中间。每一个人生的阶段拢承受，每一个人生阶段，上帝甲咱有比无共款。甚至今仔日的故事讲，愈来愈甘甜。直到年老的时阵，今仔故事真奇怪，伊就是讲，较无将上好的去放起头，反倒当将上好的迄个酒放伫后壁面。啊，愿天父上帝施恩今仔日的故事，互兄弟姊妹咱有感动的人，咱讲阿门。主，我要愈老愈福气，我要愈老愈幸福。主，你所享受我的人生起头，好亲像我谈袂出来迄个滋味，是白水
青啉无味，但是到后来，伊是一个甘甜的上帝所准备的恩赦。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伊用伊的圣心读这段圣经的故事，互兄弟姊妹咱来领受。所以今仔日我要甲兄弟姊妹做伙来读这两段的圣经，特别今仔日的词汇较辛苦，伊要读11节的圣经。有的人牧师若种旧约一节、新约一节，词汇接书上欢喜。伊讲牧师今仔日的圣经安尼较短，吼，啊伫紧张的时阵较短较较袂突出，啊若是较长会较辛苦。兄弟姊妹，咱伫今仔日的即个故事顶悬，即个故事主牧师甲咱解说迦纳即个字。迦纳伫犹太人希伯来语的意思就是如草丛生的所在。即个所在拄是耶稣的故乡，耶稣拿撒勒出世，耶稣的故乡离故乡无偌远，所以耶稣来参加伊的亲情的喜宴。啊，伫迄个喜宴的中间，拄着一项代志。啊，即个代志，即个约翰伊伫30通会啊，伊听到耶稣行一个神迹，伊讲这是耶稣伫一生中间我看到头一个神迹。约翰是一个真福气的人，伊的老师原本是施洗约翰，加洗的约翰。啊，伊后来伊的老师甲伊讲，有一个叫做弥赛亚救世主。啊，后来当耶稣出现伫因的面前的时阵，伊的老师甲伊讲，就是即个。后来约翰就放落伊的老师去跟对耶稣。即个故事发生伫约翰认捌耶稣的第3天，所以今仔第一节讲第3天，就是讲当我对耶稣的第3天，我就看到一场了不起的生命的，一个大戏，所以伫即个中间，圣经的第1节。约翰福音第2章，伊讲第3天，加利利有一个宴席，这个婚姻的喜宴，耶稣的老母嘛伫遐。约翰当时无真正知影耶稣的家庭，但是伊看到耶稣的妈妈伫耶稣的耳旁边起起楚楚，伊注意甲听，伊的妈妈咧交代耶稣讲：咱的亲情今仔办喜宴，真闹开，酒啉了啊！犹太人较爱熬啉酒，毋是啦。犹太人因婚宴吼，甲原住民咧办即个即个什么叫做因的丰收的时阵，因的即个咧喜庆的时阵，因咧庆祝的时阵，伊是3暝3节，犹太人是1礼拜，所以欢喜跳舞、食个啉个困，困跳到忝就困，啉到了醉就饱着，所以因的婚宴真长。伫咧中间，因发婚宴讲无够通。大家人欢喜啉，所以这个故事讲，我跟对耶稣的第3天，阮去看伫这个加利利的边仔有一个叫迦纳，阮伫迄个中间参加这个喜宴，一个人甲一个故事放一世人，这个故事放伫约翰的心中60年，到伊年老的时候，伊才一个一个将这个故事讲出来。伊咧讲起，这是第一个故事，这是第一个故事。伊讲我听到耶稣。甲伊的妈妈起起楚楚讲，咱的亲情闹开啊！因办喜宴的时阵，酒无够啉。耶稣甲伊遐无礼貌，甲因讲：负责人，我的时间也未到。其实耶稣约翰知影讲，耶稣的一生有每一个阶段拢有特别的安排。伊听到无注意的时阵，听到无应该听的话，但是伊放伫伊心中一世人。这个妈妈虽然互伊的囡仔因这个话，但是这个妈妈对伊的囡仔耶稣有足深的信心，所以后来记载讲，玛利亚就回头甲遐个款倒声的人，伫咧款宴席的人，伊讲耶稣若交代你做甚物，你就做甚物。这牧师要用这句话嘛，甲恁交代，耶稣若交代恁做甚物，恁就爱做甚物。因为当耶稣若交代恁做甚物，恁欢喜做，伫恁的手中，伫恁的人生，你要甲耶稣做伙，参与伫迄个神迹的整个过程。所以今仔圣经虽然真短，11节，但也是姊妹放在咱的心中，咱来听这个悄悄话。约翰讲，这是我一生中间所看到耶稣第一摆所做奇妙的事。伫整个约翰福音书中间，约翰只有讲7个故事，7个神迹。
但是这7个星者代表所有的，因为伫犹太人7就是代表完全的数字，而且伫约翰的伊福音书内底，伊所讲的星者，伊用一句话真特别，叫做神马量。啊，简单来讲，伊的字根叫做神马。神马这个字就是记号啦。所以神迹伫约翰来看，毋是迄种变魔术，毋是迄种神迹奇事。伊讲耶稣做这样代志，这个代志你看到，伊就是代表一个记号，恁甲较记起来。这个记号要真侪，你一生袂通袂记得。这个记号代表真侪智慧、真侪邀请，甲真侪鼓励。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心，这个叫做神马用这个字，伊的字根叫做神马的意思就是言语该翻做 sign， 但是咱中文该翻做神迹。其实伫圣经中间，约翰咧讲的就是耶稣所做的代志，拢有伊的理由。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听的人要放伫你的心中一世人。约翰你放60年，伊才了解。约翰后来是凭着记忆，佮凭着属灵圣灵的教导的智慧，伊重新解说这个故事。所以后来伊所讲的故事真有条理，嘛真有道理伫迄个内底。因为上帝的圣神感动约翰，伊回想耶稣所做的代志。后来伊咧解说这个故事，就亲像一个绘本，没有太多的文字，但是绘本若是妈妈讲出来的故事，囡仔听甲耳孔啪啪。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圣经讲这个故事，互咱听。第1节到11节，牧师跳过，等一下咱搁读中的话。伊讲这是头一摆的神迹，耶稣行伫加利利的迦纳，目的是要互人知影，原来他就是传说当中犹太人的救世主。原来耶稣行这个神迹，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互人相信他有能力可以祝福人类。这个故事真简单讲，约翰咧讲，这个故事的过程并不是真重要，吃吃喝喝并不是真重要。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一寡话，伫所有的人类一生中间拢真重要。第一，耶稣若交代你，你就照安尼去做。第二，伊讲这个故事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互人有记忆、有机会通相信。传说中的耶稣是会当互人伫人类中间得到稳定、得到帮助。所以兄弟姊妹，每一摆做礼拜，拢是咱的机会。每一摆做礼拜，其实拢重新咧唤起咱的信心，对少年到今仔日到将来永远。每一摆礼拜，拢是要互咱看到上帝是我的上帝，毋是故事中的人物，伊是会当甲咱人生中间做伙同行的上帝。亲爱的姊妹，愿咱真做一个担着主稳定的滋味。我真福气，我对少年爸母带我信耶稣，后来伫我的家族大汉，到伫今仔日，我咧回顾我的过去，到今仔日，我的上帝所予我的超出我的想象。兄弟姊妹，我的上帝甲你的上帝有共的无？共。所以愿我的上帝，愿你的上帝祝福我，也愿我的上帝嘛祝福。兄弟姊妹，咱的信都会经验到，今仔日这个故事讲，水变做酒。咱若要信，咱的人生也有改变。今仔日的礼拜，就是咧讲起一个人若真心互耶稣来改变伊的生命，伊的生命要做真做甘甜香醇的葡萄美酒。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耶稣的妈妈，虽然有耶稣甲伊讲迄个伫众人的面前所讲无真有礼貌的话，耶稣敢会安尼吗？毋是，耶稣其实有意思，伊知有人咧听。因为约翰，伊偷偷都毋是偷偷，伊是拄信耶稣，所以耶稣要互伊知讲，我有我一定的时间。所以兄弟姊妹，你来读约翰福音对第1章读起，第一句话的开场白了，惊死人！伊讲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这句话亲像一个交响乐，伫一出电影的第一个起头，砰啊开始，
所有旋律造出来。伊一直讲到落尾最后，耶稣讲：我要听你听到世间的落尾。约翰福音13章第1节。后来耶稣讲真多话，伊讲我离开了后，我要找见圣神，将我讲过的话，搁讲互你听。约翰60年的时间，灵修拢咧默想耶稣甲伊讲过的话。请会记得今仔日的故事是约翰拄入捌耶稣，因为伊的老师甲伊讲：我深深知影，这个耶稣毋是先知，毋是先知，这个耶稣真正就是上帝的囝。所以伊的老师不但无甲伊约翰绑条咧，伊的老师阁鼓励约翰去对耶稣。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老师，了不起的牧师。一个好的牧师，毋是将伊所有的回忆拢留伫伊身边。一个好的牧师是将所有兄弟姊妹拢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甲因鼓励，拍拍肩膀讲：跟着他走。兄弟姊妹，恁来一生对耶稣。恁来相信这个耶稣，甲牧师所相信的耶稣同款。愿天父上帝今仔日互你来记得，咱做基督徒爱照圣经做，照伊所讲的话去做，咱的人生要有无同款。试看稳定的滋味是牧师今仔日的题目甲带导。愿咱所有的青年伫恁的人生中间，不要羡慕友姐姐有昨天那么浪漫的婚礼。所有的女孩子将来的教会，牧师甲教会嘛要安尼帮助恁，快快乐乐的度过恁的人生，走向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愿天父上帝祝福咱的囡仔，将来无论是查甫囡仔、查某囡仔，因拢会当享受上帝甲因该预备的伫迦南的恩赐，伫你一生中间第一摆的神迹，伫婚礼的中间，耶稣做这条代志。伊要甲人讲，这个神迹毋是发生伫礼拜堂的做礼拜的讲道中，毋是，伊就是伫你的日常生活中间，我要为你做，我的神迹就是伫你的日常的生活中间。咱来看这个故事，今仔日的金句结论，我先讲到头前。伊讲试看主稳定的滋味，你就知耶和华是好，我可伊的人有福气。也在恁昨天有食到遐个茶点，好食无？迄种油油甲加心因精心挑的，虽然阮无请恁去上将，嘛无请恁去万华食晚餐，但是嘉欣甲友友因的心意，因将因感觉讲会当真浪漫、真水、欢喜的时间，甲咱做伙。嘛无啉到真好意志的咖啡有啊！兄弟姊妹，牧师感谢恁。咱的教会把阮当作家己的亲人，所以互友友毋是干那直接出世，互友友真正嘛伫这个所在来，伫伊的婚姻的中间，会当伫这个所在来做礼拜。咱的教会真侪人为友友做真久的时间，包括书记节插会插要甲超过10天的时间，选会在插会互咱的教会，毋是干那遮尔，以前嘛共款。咧起起哭哭叮当叮西所有遐个花架，咱伫外口迄个餐饮的桌啊，拢是以前一个人去甲伊升起来。牧师敢若讲到书记节甲以前毋是，其实咱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牧师对心中感谢咱陪伴阮的家庭，伫这段时间你为阮所做的，互阮的家庭，我毋是欢喜甲困袂去。我将迄个欢喜放伫心中，困甲足好势，因为我真放心将我的查某囝交互嘉欣，我相信嘉欣得当教会第一摆来是人客，但是你即摆伫遮都毋是人客啊，家人，所以兄弟姊妹，咱伫今仔日即个迦南的下，咱来看即个故事。即个故事有讲5项代志，第一项，甲咱的教会足共。伊是伫一个落水溪边如草丛生的这个所在。伫古早竹塘虽然如草丛生，但是竹塘是台湾的粮仓啊。竹塘是台湾的粮仓，为什么？因为落水溪的落水所灌压的土地，
是肥个水的土地。所以早期竹塘是一个台湾的粮仓，所以竹塘米是一个足出名的所在。伫这个所在，竹塘人有真特别的特质气质，水还佫好斗阵。竹塘真正是一个好徛起的所在，感谢上帝。这个故事第二项代志讲，伫人生中间难免会拄着欠缺的事。今日故事咧讲起伫婚宴的中间，忽然忽然啉酒啉无够啊！耶稣的妈妈着急，家己的亲人闹去，所以耶稣的妈妈知耶稣可以，所以伊的妈妈才去交代耶稣讲，do something，就是讲为因做一寡代志。耶稣毋是家拒绝，但是耶稣伫迄个中间表明一项代志：我来到这个世间上重要，毋是做这个代志。我来到这个世间上重要的事，是钉在十字架上。伊的意思是安尼。但是伊有愿为着这个婚礼做一个祝福的工课。伫咱人生上欠缺的时阵，咱的圣心要代替玛利亚，咱的圣心要亲像玛利亚，甲上帝讲这个囡仔，这个查某囝，伊伫人生中间起码拄一个欠缺。咱的圣心就伫上帝的面前，为咱的人生祈祷。兄弟姊妹，咱的人生失主若拄着艰难、欠缺、无能为力的时阵，多祷告，因为这个圣心要将咱的祈祷讲互咱的天父上帝听。所以耶稣嘛讲，伫我的恩典，你就够额；有我的能力，伫你的软弱的顶端，恁就要得到完全。所以兄弟姊妹，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这个故事真简单。伫欠过的时阵，耶稣只有吩咐人，因照安尼做，然后迄个奇妙的代志就发生伫因的人生。咱嘛安尼来到主的面前，甲主耶稣讲：主啊，我拄着这种的欠缺。主耶稣要讲，你着放弃你生命的杯，倒互空，然后放互好势，将清气的水搁放倒入去。伊讲，你伫个门口迄6个石甕，你甲迄个石甕，遐水太遐旧的水，原本是咧创啥物货？洗骹的水呢？犹太人伫因的门口，因为因拢穿拖鞋，因为拢伫沙漠地咧行，所以因要见到一个人，因兜要入去的时阵，一定伫门口的中间先用迄个水先洗骹。所以咧石甕就是每一个犹太人的日常用品，因摆伫迄个门口。底是洗骹水，耶稣讲你家倒掉，然后每一项你拢家倒清气水倒好满。因照安尼做，因为玛利亚有交代遐个旁道的遐个人，伊讲伊若吩咐你什么，你应当做什么，互牧师甲恁提醒。耶稣若交代咱做啥物，咱就照安尼做，好无？耶稣若交代咱做什么？咱就照安尼做，所以将迄个洗骹水变做清气水，然后拄倒了呢。耶稣甲伊讲，放出去上倒，迄个人敢敢放去啊？嘛真好担咧，伊毋敢放去，伊放去互迄个管道的迄个总管，伊讲你先试看卖咧，安尼会当放上倒无？迄个总管安尼啉落了，心内纳闷。普通人拢好酒先放头前，因为若啉酒醉了，啥物酒拢啉无啊啦。因的意思就是讲，无人甲好酒留咧后壁的。但是台湾人佫有一句话叫做“好酒沉甕底”，对吧？意思就是后来的生命要比以前的生命更加甘甜。在座的时代长辈，咱教会年长的长辈兄弟兄姐，毋通讲咱老岁啊。有人讲老岁啊，血迄个血吼是废物的血，毋是啊，是老的年岁的血啦。所以咱年老的时是应该爱享受另外一种无共款，越来越甘甜。愿这个故事甲咱三角伫底，主伊施恩伫咱的中间。第4个牧师，第5个要摕来头前讲。拄则牧师甲咱讲神迹，伫约翰的眼中看，这个神迹是为着要帮助人相信耶稣。可以祝福你。神迹的目的，毋是要互人看魔术，逐所在对耶稣去看魔术，毋是。约翰福音伊特别伊的约翰福音书内底伊个神迹7摆，
失败当作耶稣伫一生中间所做上完全的，要帮助人建立信心的行为。兄弟姊妹，迫不及待，恁得了一口气，甲约翰福音书对头到尾读好了。安尼一摆一摆算，耶稣做了心中的代志，放伫你的心内。因为这个故事要帮助咱相信，耶稣可以为我的生命做奇妙的事情。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耶稣讲，主啊，感谢你。今仔日想思我这个故事最重要，就是要为着互世间人的人生有一个恩典的记号。伫我的生命中间，每一个圣经内底所讲的英文的话，拢是一个恩典的记号。愿天要上帝帮助咱的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上帝拢开咱的目睭，互咱有一个愿望的记号，伫你的人生中间。好，咱倒来到这个故事第3项。拄则牧师有讲耶稣的妈妈，甲遐个咧走道的人讲啥物？伊若交代恁做啥物，安尼就照安尼去做。兄弟姊妹，咱读圣经做礼拜，拢是为着要成做一个享受这个信仰的基督徒。所以圣经的话毋是做参考的，圣经的话是做咱日常的智慧，甲咱生活的帮助。我咱伫这段圣经的话以后，咱每一摆读圣经的时阵，咱就甲上帝讲阿门。当咱甲上帝讲阿门的意思，就是讲我愿意照安尼做。求天要上帝用伊的话清起咱的心，求天要上帝用伊的话想使咱有一个正直的品格。求上帝想使伊的话做咱脚前的灯，做咱路上的光，互咱伫日常生活顶悬会通正做享受上帝的话，有智慧、有策略、有能力、有财物，有上帝敬畏上帝的心。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兄弟姊妹，耶稣甲咱讲的话，照安尼做。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有的囡仔，咱不但咱家己做，到代代无尽，咱的囡仔嘛照安尼做。求天父上帝将这种敬畏上帝义人的家庭的福气，放伫咱所有兄弟姊妹伫你的人生。今仔这个故事，莫听了就过去，毋通听了就放袂记咧。今仔最重要的，倒去了后，照圣经的教示过你的人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这个礼拜，拄则牧师甲咱讲，6个石红是放伫门口咧创啥？洗骹水。但是古早有一句话，咱有一个老子，一个哲学家叫做老子，伊伫伊的《道德经》内底讲一句话，讲人要虚怀若谷。伊无安尼讲啦，但是大概即个意思。恁去读伊的迄句话，伊讲人生中间最悬的品格，上好的品格，如水上得如水，就是进入水。水的目的就是由上往下流，人愈谦卑。因为水对山上流落来的水，要灌入所有的万山万谷。虚怀若谷的意思就是这个，伊要灌入所有的土地，然后要互五国伫迄个所在出产。老师拄则嘛有解说讲，将洗骹水甲摒掉，将清气的水放入迄个石红，然后耶稣要用伊的权能，互即个家庭看见伊的奇妙。伫欠缺的时间享受上帝丰富，即句话今仔日嘛甲咱三甲伫地。愿咱兄弟姊妹手捧救恩的杯，今仔日伫咱的诗篇116篇讲，我要用什么来感谢我的上帝？我满心的欢喜，我伫即我的人生中间拄着一切稳定，我带到上帝面前讲，上帝，我袂堪得，但是我感谢你，互我的人生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兄弟姊妹，试看，试看的意思短2字，就是试看卖咧，你就要知稳定满满。愿天父上帝，互咱伫今仔日个礼拜，每一个兄弟姊妹虚心的拥护，因为天国是我们的。愿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将过去你心中勒索的迄个情绪，亲像迄个洗骹水，该倒掉。互上帝将新的祝福入来到咱的生命中间，
无过再是洗脚水，乃是上帝。伊讲我所做的，信我的人嘛爱做，而且要做比这个更较大的事。兄弟姊妹，愿上帝圣神帮助恁，做耶稣所做的事，互恁叫做有能力通做神迹奇事的耶稣的仆人。伫你的生命中间，甲耶稣做会改变你的人生；伫甲你的人生中间去经历着主耶稣伫你的身边陪伴你、指导你，互伫你的人生中间有亲像今仔日，你我都改变你的人生是平淡无奇的人生，但是因为耶稣伊所做，互你做，然后伫你的人生中间，到你年老的时，你会感觉讲无怨无悔，不虚此行。伫我的人生中间，上帝互我经历着，原本毋是我量身定做伫我的人生中间想象会到的人生的道路，但是我的上帝甲我陪伴的人生，超出我家己的计划。伫少年的时阵的梦想，天父上帝甲咱撒家伫地，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伫你平淡无奇的人生更加甘甜。今仔这个故事最大精彩就是水变做酒，参加戏的人拢毋知影这酒对对来，但是啥物人知影？旁道的人知影，因为因对头到尾拢知影这酒对对来。所以兄弟姊妹，牧师要鼓励咱，恁诚做旁道的人，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恁会记无？保罗讲：凡我所行，都为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有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将你生命中间足宝贝，甲耶稣做伙。然后当你将这恩典传到你身边的人，互别人因为你受祝福的时候，别人毋知影这个福气是对对来。但是，咱对头到尾知影讲，原来我的生命能够做这些事情，是上帝互我有这个荣幸，能够为他做奇妙的事情。所以，兄弟姊妹，牧师鼓励咱。恁会当甲耶稣做伙，你将你的杯捧起来，然后耶稣改变，然后将你的人生的杯听互你的囡仔，听互你的囡仔，你的囡仔要知影讲，我的爸爸妈妈，因真正是信靠一个奇妙的上帝。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祝福咱在座，若有人伫耶稣基督的内底，伊就是新创造的人。牧师搁再讲一解。洗脚水甲伊倒掉，洗脚水甲伊倒掉，甲上帝讨迄个洁净的圣灵，亲像活水江河，圣神的活水江河，伫咱的生命中，将你心中的洗脚水倒掉，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你邀请你甲讲，亲爱的圣神，请你来，亲爱的圣神。伫这个时刻，你进入到我的心中，互我的生命成做水变做酒，人伫上帝面前成做新创造的人。愿主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愿你们的生命越来越精彩。也祝福掌互咱祝福的两个青年，因为人生将来一代比一代更加精彩。咱同心来祈祷。万管的上帝，你的话实实在在，你的话无讲耍笑，你的话伫古早安尼，伫今仔日嘛是安尼，伫将来嘛是安尼。所以你讲照我的话去做，主我愿意，主愿你帮助我，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主你用你奇妙的权能，互阮的人生水变做酒。互阮的人生也哪来哪精彩。无论是老人，无论是囡仔，所有阮的兄弟姊妹，拢做伙欢喜，伫得长的宴席，就亲像伫迦纳的宴席。祝福这个教会永远有宴席，永远有快乐的时刻。愿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三角来吟圣诗283首，求主上帝施大恩，请纪念吟全首。
真济平安礼请郑牧师。伫咱要行平安礼进前，咱来介绍。我甲恁请教，伫咱后壁第2排即个3位，是捌来，敢是第一摆来教会吗？第2次吼。去年恁捌来过，欢迎恁搁再来吼。真欢喜恁捌来过吼，多谢。咱用这条诗歌做咱的祈祷，求主耶稣用伊的听充满咱吼，求主耶稣用伊的听充满咱。耶稣听你，耶稣听你，愿主的听充满咱。你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求你脱离黑暗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光明国度。听你，因为求你，永远听你。咱甲咱身边的兄弟讲，耶稣听你。咱来为着这礼拜生日的人祈祷吼，咱将这礼拜生日的人来头前吼。咱有陈慧，有佩蓉，也有文芬吼。咱请生日的人来头前。咱做伙来祈祷。虽然真欢喜，文芬、陈慧他们生日，阮伫你面前恳求主你施恩祝福，因过来。新的这个365天，对生日到下一个生日，祝每一天利上加利，恩上加恩。祝你互因伫生日的时，会当将因生命的杯高高的举起，将因生命的杯来按上帝你举起因生命的杯。祝你施恩祝福伫因的生命的内底，互因会当试看稳定的滋味。伫上帝你的稳定中间，会当亲像今仔日的故事讲，谈到单纯的新的生命。祝你祝福因的生命的特质，就是上帝你将生命的改变的祝福放伫因的人生中间。不但因受改变，因的家庭嘛受改变，因的人生嘛受改变。专为着玉民，为着明辉，也为着佩蓉，为着英雀，为着俊雅，为着李清姐。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互即礼拜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因伫主你的面前会当领受上帝你所赏赐因生命的恩惠。阮伫你面前感谢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下边阮想讲什么？好，欢迎恁敢袂当来头前？妈妈方便无？上帝祝福你吼，稳定妈妈，互你食饱岁，吼，不但94岁，不但食饱岁，永健健康，吼。上帝祝福你，吼。你看迄边遐有一个100岁的阿嬷，迄我的丈母啦。安尼吼，嘛祝福你活100岁吼，不但食饱岁，佫健康永健。阮妈妈吼，到即摆还有在条爬到2楼，吼，上帝奇妙稳定吼，上帝就来牧师替恁祈祷吼。主你是活命的主，你听阮祈祷。主伫阮祈祷的时，阮将心疼的妈妈交伫你的手中。主你照查某囝的心意。
愿主你的祝福伫你的查某囝一生的中间，祝福伊有好的岁数、健康的岁数，每一天拢有平安甲喜乐。主你甲伊三甲地地，至圣的天父上帝，你听查某囝的祈祷，互妈妈会当进入上帝你稳定的国度，伫主你的大家庭中间享受你的听。主恩将这妈妈甲查某囝交伫你的手中，求主你施恩祝福，互伊祝福满满。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阿门。欢迎你信耶稣，哈！上帝祝福你，耶稣照顾你，哈！嘉欣甲友友要甲咱大家说多谢啦，哈！多谢温牧师，昨牧师去了一紧张吼。虽然我伫即间教会做牧师遐久啊，所以有感谢上帝，无感谢主内的人吼。昨有牧师，多谢你的勉励精分吼，感谢牧师娘对古早照顾友友伫因欢喜的日子，甲因勉励吼。谢谢田牧师师母吼，他们专程从韩国来吼，我们心中很感动吼。我第一刚甲讲，师母牧师，我们要友友要结婚哦。他一话二话不说，隔天就订了机票哦。所以很感谢师母跟田牧师来谢谢嘛多谢我都意愿说嘅，但是我嘛是爱讲几句吼。但牧师我若讲了无对，你再补充吼。咱的教会中接听小牧师的家庭，所以伫即届的即个阮的即个婚礼的即个过程中，接对阮有真大的即个鼓的美意啦吼，有真对阮的帮赞吼。嘛多谢咱教会每一个有甲阮备餐，伫大小书店馆甲阮斗相共的兄弟姊妹，我无一个甲恁说多谢，但是恁在牧师对心中感谢恁吼恁的陪伴，包括阮伫做无用的时候需要备餐。咱教会主动有人讲牧师，我来煮拜5暗的，牧师我来煮拜6中昼，拜6暗吼。这以外嘛，多谢美秀吼，美秀即个伫即届婚礼顶，真早就讲牧师你紧互我程序表，我通好安排有这兄弟姊妹通练歌吼。昨来的我的哥哥姐因，我的哥哥姐因吼，拢问我讲，集团去对找。去对邀请的，吼，是讲后摆要邀请去，伊讲毋捌看过遮尔有水准的礼拜安尼吼，集团那个安尼，气质啊，吼，甲整个气势磅礴。阮哥哥因拢是对足大间的教会吼，像讲德升就德升因嘛感觉讲咱比德升较厉害。对不起，直播停下来。但是这是欢喜的时阵，挡袂掉，都有这种感觉没有比较就没有感觉了但是谢谢咱所有的大大小小真的是很棒昨昏咱的团员冇人讲，牧师若有讲我邀请，我要听机构来去表演。多谢咱多谢咱的教会多多谢谢多谢咱有来参加有出席的。兄弟姊妹对家庭礼拜到这场的礼拜，恁若有听着牧师的心内话，恁就知影讲要嫁查某囝是无简单的嘛是一个真欢喜的过程但牧师有要讲，真的吗？咱来请师会来报告请师会来报告。咱来看周报，顶周的聚会咱家己看，本周的聚会。主日礼拜日早起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3暗8点伫礼拜堂，查经班拜6早起9点伫线上，暗时7点半伫线上。圣港的服侍下首的师会陈英宏长老，领市谢丽云姊妹，苏琴陈美秀执事。书院交代刘以生、詹文芬执事，爱参刘雅丽姊妹。新安讲的读经表，咱照安尼家己灵修。
机体交通。第3月30到4月初4是受难周，有受难周的礼拜，请备办心参加。4月初5过活节，基台洗礼兄弟，请备办心事先报名真理明答造就班。第二，曾牧师、陈牧师，多谢大家对尤嘉欣、庄友友的婚礼的帮助甲祝福。第3，3月22日下晡3点，生动20与你有约，女土音乐盛小梅跨国巡回音乐会，地点伫二林图书馆，欢迎参加。第4，3月29礼拜日下晡3点，幸福到我的厝，伫保利欧教堂开堂礼拜，请大家做伙前来参加。第5，咱请为以下的生日的兄弟来代祷，奉献报告，咱家己看，若有出入则按过期人员反映。代祷事项：第1，为心身欠安、庄园聚甲教会所有长辈的健康平安代祷。第2，为教会青少年身心课业升学考试代祷。第3，为适婚的青年婚姻祈祷。第4，为出国在外的青年刘玉敏、林瑜轩、刘玉君、陈云娟代祷。以上。我补充报告一下，咱后礼拜是幸福到我家啊，咱今年的第一厝，吼，迄个玻璃屋要邀请咱大家去来斗欢喜，因为玻璃洲家园是在新的这个长照大楼多完工吼，啊，所以希望咱来当参加的人，咱时间是2点，吼，下晡2点，吼，下个礼拜是，咱写就不是写3点，咱2点，吼，2点出发，吼，2点伫遐做咧，把咱头1点半准备对教会准备出发。三甲来吟上咏511首，阿乐上帝至权至尊，请今日念专心，临时说请詹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慈爱、圣神的感动，相当扶持，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这世到永远无尽。阿门。谢谢。
门。